乜嘢係雷諾曼占卜卡？唔少同學問我，雷諾曼卡即係乜嘢啊？同塔羅有咩分別呢？今集不如就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好多人聽過或者玩過，甚至學過塔羅。隨住近年大家多咗留意身心靈同埋卡牌占卜，開始明白唔同卡牌種類嘅占卜方式同埋特點會有唔同嘅。雷諾曼卡主要有36張嘅牌，喺歐洲民間有比較耐嘅占卜歷史，同啤牌占卜有密切嘅關聯。由於牌數少，冇逆位，亦都唔似塔羅設計包含豐富嘅神秘學知識，所以學起上嚟咧，亦都冇乜負擔，簡單直接，而且亦都好準。我有幾位跟我學咗幾年塔羅牌嘅學生，佢哋跟我由奧修禪塔羅開始學習，再學埋韋特塔羅同雷諾曼之後咧，佢哋都喜歡用奧修牌加雷諾曼占卜，就因為佢簡單直接又準確。塔羅牌比雷諾曼可以深層反映心靈同潛意識層面，但有時部分牌令人覺得複雜同抽象，模棱兩可喎。雷諾曼牌反而同現實生活比較接近，有時答案直接同準到嚇親嘅。舉一個愛情占卜嘅例子啊，塔羅問一個曖昧對象同案主嘅關係，出咗女祭司牌。其中一個解釋咧，可能係提醒案主要相信自己嘅內心同直覺嚟揾答案喎。如果用雷諾曼占卜問關於對方嘅想法，見到呢一個嘅石同埋棺材，代表對方咧可能有嘢去瞞住你，因為蛇就係有嘢瞞住你啦。近期亦都冇揾你隻棺材嘅意思啦。占卜就係可以咁快很準喎。嚟緊呢，我將會開雷諾曼占卜卡課程，如果大家有興趣想了解多啲，可以私信我。而家有3個免費雷諾曼占卜名額喎，只要做齊3個步驟同私信截圖俾我，就有機會被抽中啦。免費體驗雷諾曼占卜有幾準啦？第一，追蹤我 Facebook 同 IG 嘅專頁；第二，讚好呢個貼紙；第三，留言想占卜。私信我你已經做齊以上步驟嘅截圖，人數多嘅話會抽3位嘅幸運兒，我會幫大家進行一次線上完整嘅雷諾曼9宮格占卜。有興趣試雷諾曼占卜嘅朋友，快啲完成3個步驟同私信我啦！記得追蹤我香港專業塔羅協會會長 Manny 嘅 IG， 下集見。